香港汽車高級駕駛協會提提你香港酒後駕駛約駕同埋毒駕嘅準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Fion Chan 陳心妍。首先就係酒駕，記住3個嘅關鍵數字喎。只要你體內嘅酒精濃度超過以下任何一個標準，即屬違法。咁究竟要飲幾多先為之超標呢？一般嚟講飲1罐啤酒，身體就可能接近甚至乎超過22微克嘅呼氣標準啦。咁如果飲1杯紅酒或者1小杯嘅威士忌，酒精就更加容易令到你嘅血液同埋尿液濃度超標。所以最安全就係滴酒不沾啦。而第二就係毒駕啦。對於海洛因、K 仔、伊托米茲呢一類嘅指明毒品我哋就係零容忍㗎。一經發現就即屬違法㗎啦。而第三，就算係食藥，只要影響咗你嘅駕駛，都係犯法嘅。所以記住，無論邊一種，最高就會被判監禁3年，罰款港幣25,000元㗎，仲會停牌添。所以為己為人，安全駕駛。想了解更多，關注香港汽車高級駕駛協會啦。